Now TV 現正開發一個全港首創嘅電視廣告投放技術 ，Addressable TV Advertising。呢個嶄新嘅電視廣告技術，其實概念好簡單，有兩個唔同嘅家庭，佢哋同時收睇緊同一個電視節目，但根據家庭用戶情況 ，Now TV 會提供獨特而且更相關嘅廣告俾各位用戶。通過呢種技術，廣告商可以根據宣傳計劃嘅需要，推送特定嘅宣傳片俾佢哋想要覆蓋嘅目標受眾。目標受眾可以由唔同嘅類別劃分，例如性別、家庭成員、興趣，甚至購買意欲等等。正因為 Now TV 引入呢種全港首創嘅電視廣告投放技術，我哋可以通過機頂盒同埋其他連接裝置接觸目標受眾。加上 Addressable TV Advertising 針對嘅係用戶而唔係節目或者頻道，相關嘅廣告都可以推送俾合適嘅 Now TV 用戶，無論佢哋咩時間睇緊咩節目，用電視定係用手機觀看。Now TV Addressable Advertising 技術改變緊香港電視廣告市場，提供一個更相關同更令觀眾滿意嘅體驗，令廣告商可以更精準地接觸目標受眾。呢個技術減少廣告預算浪費，同時提高投資回報，提升 Now TV 電視廣告產品價值。